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，今仔透早4点外，台中新港有一栋客家厝甲仓库着火，火是烧去到隔壁的回收场，因为风真透，熬着火物件拢一声就烧起来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2个人重伤。按照着火原因，要搁咧调查。 火烧甲正猛，乌烟一直冲起嚟，消防队赶紧由水线拍火。台中新港新兴路一大人家厝含仓库，17早起4点多发生火灾，却因为风正透，火势一下就引到隔壁的回收场。非常大了，已经非常大了。但是目测是我们往这边看，是感觉起来好像民宅烧掉。 消防队出动80人、30台车来拍火，这户贴砖啊、大铁厝的真家厝着火的时阵，姓王的厝主3代人带5个，还佫伫咧困，惊精神了后随走出来。其中47岁太太含24岁查某囝有2拍到40拍的小烫伤，也那27岁后生唔知啥原因走到厝内，摔掉伫内面。我嘛唔知道，走一半，佫唔知佫翻头行，就走袂出来。哦，伊佫翻头，啊是要捡物件啊？可能是个办法。消防队表示，这户平常时也有伫咧共搭铁厝，仓库内面有囤一寡建筑材料，也那边仔的回收场是囤规堆的泥啊，才会烧过去了后半道收煞。也因为这户的铁厝已经烧甲放落去，消防人员伫6点37分控制火势，9点14分把火拍花，落尾入去厝内面敲，早起10点10分发现到厝主后生的遗体。 第一时间呢，他们是有逃生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状况。那据家属的指称，那这个受困失联者在初步逃生以后，有折回火场的一个现象和情形。那在进去以后就没有再出来了。这场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，2人受伤，受伤的民众送到台中荣总急救。消防局表示，起火点甲导火原因拢无清楚，佫需要案情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